歡迎你哋翻到嚟正能量不專業影評，我係你哋嘅節目主持人浩南哥。今日咧同大家睇嘅電影咧，可以話係困難重重啊！上畫又用咗好耐嘅時間先可以上到畫啦，到上咗畫啦，又引嚟好多唔同嘅聲音去批判呢一套嘅電影喎。究竟呢一套都市傳說風林火山，究竟係咪真係好似大家口所講呢？咁差呢？我哋今日就一齊睇下呢一套嘅風林火山。喂，攬定你哋嘅零食，斟定你哋嘅汽水，準備好未？我哋又一齊睇戲啦！歡迎你哋翻到嚟正能量不專業影評，又係我唔係姓陳，亦都冇江湖味嘅浩南哥啊！電影開場之前都有預告啦，喂，不如俾少少時間我同你哋講少少嘢啊！我呢個 channel 咧就好任性嘅，基本上就針對住一啲我中意嘅電影，特別係一啲嘅亞洲電影，例如香港、台灣、日本、韓國等等嘅電影，做一啲嘅不專業影評。喂，如果你覺得我呢一條影評啱聽又啱你心水嘅話，不如嗱聲俾個 like， 再撳埋個 subscribe， 記得響埋個鐘仔，咁你下個禮拜就可以搶先睇。更加唔介意嘅話，喺樓下留言區留個 comment 俾我越嚟越進步啊！如果咁唔好彩，你覺得我嘅影評唔啱聽唔啱你心水嘅話，撳翻上一頁離開得㗎啦，唔使屌㗎。不過如果你要屌嘅話，你隨便屌啦，唔怕你係 hater， 最怕你係一個鳩噏爬啫。嗱，咁不過循例咧都要講聲嘅，我嘅影評咧唔多唔少咧都會有啲劇透嘅。如果你唔想俾人劇透嘅話咧，建議你去睇咗套戲先翻嚟聽我嘅影評，咁就萬無一失啦。我條影評咧就一定喺度等你嘅，但係你想睇嗰套戲咧，可能隔幾日啫咧就落咗畫同你講拜拜㗎啦。所以建議你睇咗套戲先翻嚟聽我嘅影評啦。如果你怕俾人劇透嘅話，好，事不宜遲啦，都係唔好聽我廢噏咁多啦，我哋即刻進入影評嘅部分啦。一直被視為都市傳說嘅其中一套電影《風林火山》，籌備製作超過咗8年，亦都因為有金城武、劉青雲、古天樂、梁家輝、高圓圓等等龐大嘅卡士，同埋非常之龐大嘅製作費，令到觀眾非常之期待。而電影都終於喺今年2025年正式上畫啦。佢嘅視覺效果非常之震撼，動作場面非常之精彩而具有野心。好耐冇喺大銀幕同大家見面嘅金城武亦都有致命嘅吸引力。他們玩禁毒，天下大亂。但係同樣電影嘅缺點都非常之明顯。我自己覺得咧，主要存在喺太豐富嘅故事，受限於2個小時05分鐘嘅片長入邊，以致硬剪嘅痕跡非常之明顯。同時亦都要考觀眾嘅高度專注力。《風林火山》嘅劇情一直都保持神秘，直到電影正式上畫先詳細知道佢所講嘅真正故事。《風林火山》嘅故事係講述賣毒品起家，同時亦都係市內最大毒品嘅集團始創人，被警方軟禁喺醫院。第一次嘅意外令到佢喺醫院入邊俾人殺害。佢嘅次子由金城武飾演嘅李慕桐，因此同警方角力。而另一邊廂，毒品調查科警察由劉青雲飾演嘅黃志達，聘請咗退休警司由梁家輝飾演嘅蛋頭一齊幫忙，為警察拆局。如果聽日呢3個人一齊落台，最有問題嘅會唔會就係請佢哋嗰個？但係原來李慕桐亦都面對住哥哥由杜德偉飾演嘅李文迪嘅攪局，最後只可以聘請由古天樂飾演嘅程文星為首嘅悍匪集團保護毒品。李文迪、李慕桐嘅拳鬥越演越激烈，城內嘅情況亦都越嚟越混亂。喺調查之下，原來李慕桐嘅女朋友由高圓圓飾嘅劉詩欣亦都係關鍵人物。最終李文迪、李慕桐、黃志達蛋頭4方角力之下，城內真正掌權嘅人又係邊個呢？我哋一齊睇落去啦！哇！就咁聽我講個故事簡介，入邊個故事加埋啲人物都搞到你拗晒頭咧，係咪呢？所以好似我頭先咁樣講，呢一套嘅電影係要考觀眾嘅高度專注力。所以電影一開頭已經有銅鑼灣嘅落雪槍戰一幕，除咗係風林火山嘅重頭戲，亦都係抓住觀眾目光嘅一場戲。一個銅鑼灣槍擊案，2個。但係佢嘅背景雖然係香港，但係電影一直營造住佢同香港有唔同嘅感覺。不斷落雪嘅天氣啦，有輻射嘅環境，幾乎只存在黑白嘅世界觀啦，同現實極為唔同嘅美學等等。所以風林火山嘅世界係異香港，並且當中講述一個非常之複雜嘅警匪故事。而相信風林火山一直最吸引觀眾嘅地方呢，
就係佢嘅超強大卡士陣容。金城武、劉青雲、古天樂、梁家輝、任賢齊、高圓圓等等，全部都係影帝影后級人馬，亦都全部都係可以獨立孭飛嘅主角。再加埋衛詩雅、杜德偉、林俊賢、盧海鵬、鮑起靜等等嘅配角，絕對係星光熠熠嘅場面。而更加有趣嘅係呢，有好多客串都係知名嘅藝人啦，有行內著名嘅歌手、音樂人，甚至好耐冇見嘅演員等等。當中有吳家龍、劉永、RubberBand 嘅阿正、Swing 嘅 Gerald、盧冠廷、程東等等，對觀眾嚟講都係驚喜處處嘅地方。然而電影大卡士非常之眾多，但亦都同時成為呢一套電影嘅包袱，因為佢必須要好好交代呢啲嘅角色，令到佢哋有戲演。但係片長嘅所限啦，角色太多嘅話根本冇空間去容納，以至有好多好演員、好角色都被剪走，好似 Rosa 咁樣啦。呢一點咧就非常之可惜啦。但係同時好消息嘅係，如果鍾意金城武嘅你咧，係唔會失望嘅。呢個好耐冇喺大銀幕同大家見面嘅巨星，今次喺《風林火山》入邊係屬於最多戲份、最重要嘅一個角色李慕桐。除咗佢嘅外形依舊型到震之外咧，佢嘅角色外表無害，但係實際係心狠手辣嘅描寫咧，都係十分之立體同埋完整。而金城武嘅演出亦都充滿咗無害感，形成咗非常之大嘅反差。只係唔好阻佢，以至佢從頭帶到尾，亦都係令到電影大為加分嘅其中一位成員。除此之外呢，古天樂、梁家輝嘅演出都非常之亮眼。古天樂今次嚟自殺手團隊，戲中入邊佢同團隊親密，同時又刻意保持疏離嘅描寫非常之有趣。你知撚住嘅凍冰冰仲雪糕，遇人蝕呢唔買少見少啦。至於梁家輝彈頭嘅角色呢，背景呢就嚟自創傷，電影都花咗唔少筆墨去交代。但我自己又覺得，因為時間所限而未完全善用到呢個背景。不過梁家輝嘅演出都極具壓迫力，遊走喺中同埋反派之間，亦都係非常之好睇嘅一場好戲演出。最有問題嘅會唔會就係請佢哋嗰個？雖然《風林火山》嘅評價非常之不一，但係大部分嘅觀眾都認為視覺效果非常之震撼。喺導演 Juno 嘅鏡頭之下，而香港只有黑白紅三種顏色，電影嘅美學別樹一格，鏡頭非常之有美感，好多畫面都可以逐格拎出嚟做劇照嘅程度，可以見到主創團隊嘅用心雕琢。尤其係成套電影都喺度落緊雪，喺製作上面絕唔簡單，但就令到呢個異香港非常之美麗。但係不得不講，有啲時候一啲過度用力嘅美術場景係帶有 over 作狀嘅感覺嘅。例如電影一開場啦，金城武嘅睡房原喺隧道入邊，接住佢又用非常之古舊嘅器具煲水飲咖啡，令人感到非常之奇怪同埋突兀，就係一個過度用力嘅例子咯。我自己覺得。另外仲有啲例子，仲有古天樂嘅電話啊、打邊爐嘅煲啊等等，睇過嘅觀眾唔知仲記唔記得呢？如果未睇嘅觀眾都不妨留意一下。而《風林火山》呢，有指製作費呢高達4億，資金除咗用嚟製作獨特嘅場景之外呢，當中都有唔少嘅動作場面。可能睇過嘅觀眾都見過啦，銅鑼灣開槍嘅一幕呢 CG 效果雖然唔算話係好好，但係接連嘅飛車爆破場面大部分都係用實景製作，真爆破嘅場面非常之震撼。之後嘅重頭動作場面就落咗喺古天樂身上邊啦。中段佢同團隊爆發嘅搶貨血戰，以最終1敵8嘅打鬥場面都係精彩嘅動作戲。雖然咁樣講啦，《風林火山》嘅缺點亦都非常之明顯嘅。之前睇過劉青雲接受訪問嘅時候就話過，《風林火山》嘅故事長度係足以可以拍到3套電影嘅，就知道佢其實極為之豐富啦。但係片長始終有限，以至硬剪嘅痕跡非常之明顯，亦都有唔少嘅角色情緒唔連接並且唔流暢。然而康城以至於喺香港亦都有意見指故事不明啦、含糊不清。雖然故事要喺短時間之內交代大量嘅劇情有所犧牲，但我自己又覺得未至於含糊不清。整體故事亦都可以理解到，劇本上呢就傾向含蓄，就唔係畫出腸嘅方式。所以觀眾需要有好多嘅心力、精神去留意，稍為 skip 咗一句對白或者一個鏡頭就跟唔到故事嘅走向。而至於普遍觀眾話沉悶嘅評價呢，我自己就覺得可圈可點啦。
因為如果抱住一個娛樂動作片嘅心態去睇呢，一定係會有沉悶嘅感覺嘅。咁就要視乎觀眾係咪想用心力去理解呢個故事啦。如果答案係肯定係嘅話呢，電影都會有佢嘅亮眼之處，屬於值得一睇究竟嘅選擇。《風林火山》嘅劇本啦，傳說係話耗時5年先完成嘅。我自己就覺得咯，電影咧就唔係好似啲負評咁樣講冇故事，或者故事太複雜令到觀眾睇唔明，反而係故事太簡單太直白。Juno 甚至粉墨登場，親自為觀眾畫公仔畫出場，話俾大家聽一個係有關於選擇同埋轉變嘅悲劇，一種 Sons of Neon Knights 都希望可以重新洗牌。而家有機會俾你可以洗牌嚟過，你講到我好似冇得揀，你有得揀。無奈就事與願違，其實只要認真細睇，冇可能睇唔明嘅。只不過好可惜嘅就係同類嘅故事非常之多。Juno 講故事嘅方式亦都過於保守，甚至可以話係老土，缺乏新意，未能夠為觀眾帶嚟非常之大嘅驚喜。但係不得不講，《風林火山》嘅拍攝、美術、造型都係非常之出色嘅，包括當中嘅銅鑼灣同埋電影入邊嘅重慶大廈，即係鰂魚涌嘅怪獸大廈，兩場槍戰都有板有眼，連場文戲都非常之有心思。雖然未算係運用精巧高妙嘅創作構想，但係對於一位年輕導演已經不可多得。大家唔好唔記得 Juno 並唔係科班出身，佢並唔係主修電影，呢個係佢由潮流界甚至歌手界轉換跑道之後嘅第2部電影。難道沒練習太耐，感覺到追不回來，試圖再努力愛，也顯得不自在，不懂得如何談戀愛。當然一定有佢嘅不足之處，但我自己覺得整體成績算係中上。然而有觀眾為咗捍衛 Juno， 將佢同王家衛相提並論，其實我自己就覺得並唔恰當嘅。因為《風林火山》係流露住佢任性嘅個人風格，完全係不顧一切嘅自我滿足。但係好可惜啦 ，Juno 去得未夠盡，計得未夠準，走得唔夠前，有啲兩頭唔到岸嘅感覺。總結嚟講，《風林火山》嘅拍攝、美術、造型、服裝、配樂、視覺效果等等呢，都係近年嘅華語電影裏邊名列前茅嘅一套電影，甚至比起有啲荷里活大製作更加優秀。當中好似我頭先咁樣講，銅鑼灣同埋鰂魚涌嘅怪獸大廈，兩場槍戰都有板有眼，連場文戲都非常之有心思。但係只係可惜 Juno 說故事嘅方式過於保守，可以話非常之老土，缺乏新意，未能夠為觀眾帶嚟驚喜。好啦，今日時間差唔多啦。今次《風林火山》喺正能量不專業影評裏邊得到嘅星星推薦值係有嗱，即係咁好戲咧係值得支持嘅。咁呢一套戲中等等咁樣，你自己決定入唔入場啦。我就覺得好值得支持嘅。如果你都覺得值得支持，你都中意呢套戲嘅題材，就快啲入場支持啦。而截至到今日2025年11月4號，《風林火山》喺 IMDB 網絡電影資料庫嘅評分係有我自己咧就覺得《風林火山》呢一套嘅電影咧，簡直係滿滿嘅困難啊！不論係上咗畫之後啦，普通觀眾對電影嘅評價，甚至業界嘅人士對呢套電影嘅評價咧，都好不一。有啲人會好中意，有啲人係非常之唔中意。但係普遍嘅影評咧都偏向負評嘅一面。但我自己覺得雖然係咁，但係我自己都覺得好值得入場支持下呢一套嘅《風林火山》。喂，你都唔想一啲都市傳說嘅電影最後都上唔到畫㗎？入場睇下佢嗰4億點樣燒錢都好嘛。好啦，希望其他嘅都市傳說嘅電影都盡快上畫啦。就例如《尋秦記》咁樣。好，我哋下套電影再見，拜拜。